来自是民综委的消息，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全国56个民族都在重庆聚集。在少数民族中，人口最多的是土家族，有139万人；最少的是塔塔尔族，近1人。他叫如菲亚，在西南大学育才学院上学。接下来，我们带您去认识这位美丽可爱的女孩。身穿红白相间的长裙，配上黑色镶银边的马甲，头戴别具风格的民族式帽，身材高挑、金发碧眼的这位塔塔尔族姑娘就是如菲亚。Isamsiz, menim ismim Rufiya, Chaushaq xalqdan kelem, Chongqing xalqni bek yaxshi ko'ram. 大家好，我叫如菲亚，我来自塔城，我特别喜欢重庆。今年21岁的如菲亚出生在新疆塔城市区，和重庆约有2个小时的时差。他告诉记者，塔塔尔族人口比较稀少，现在全国只有5000人左右。但塔塔尔族有自己的语言，还有优秀的传统文化。2009年，作为委培生的如菲亚考入了西南大学育才学院，经历了1年预科的学习后，成为了文心学院2010级的学生，并把户口迁到了重庆。因为我的外观可能长得像外国人，然后就吸引了很多同学的注意力。鹅蛋型的脸庞，高高的鼻梁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如菲亚在学校特别引人注目。不过，如菲亚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孩，从来不迟到不旷课。塔塔尔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，如菲亚经常在吃完饭后用电脑放着民族音乐，独自跳起踢踏舞。这个舞的名字叫爱琵琶，一般都是塔塔尔族会在6月中旬，就是哪个日期是不定的，我们都会举行萨班节这个活动。在这个活动上，我们年轻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，这个舞一般都是男女生一起跳。如菲亚刚到重庆的第1年，潮湿的气候让她很不适应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，她渐渐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。每次路过各种隧道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想，在一个山里怎么能修出来一条路呢？我就特别惊奇，对重庆的感觉应该说是特别好吧。然后毕业以后，要是能留到重庆，就想留到重庆发展。就在采访的间隙，很多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，记者发现，在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的校园里，像如菲亚这样的少数民族学生着实不少。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呢，现有学生17209人，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到了7207人。那么在7207人当中，一共包含有51个少数民族，学生总数占到了42.3%。